絕大部分咧個遺容啊，或者甚至係整個遺體嘅嗰個狀態好差。其實瞻仰遺容嗰部分係幾重要，因為嗰個係一個真實嘅景象，就係你真係見到佢咯嘅最後一面。我哋普遍喺我哋社企咧，可能係2-3個星期咧就會做一單嘅，可能係需要一啲遺體修復嘅個案啦。咁但係今次宏福苑咧，佢係短時間之內係有大量死亡啦，我哋要加快嘅流程。而家咧，你見到呢個樣咧，係基於用我本身嘅照片啦，去再用 3D AI 去做咗個型咧，再印出嚟。真正要 print 其實係想 print 呢塊軟膠嘅，但係呢一個咧，甚至乎摸落去個質感咧，因為佢有個柔軟度嘅關係咧，咁但係咧，你會見到個眉毛咧，其實都係印落去嘅啫，連個眼睫毛都係印落去嘅，同埋最明顯就係毛髮唔可以做到有呢一個毛髮嘅立體感。每條頭髮咧，其實係逐條釘落去嘅，咁只係釘完嗰部分啦。咁可能我哋都要做翻少少梳理啦，真係梳翻個頭髮啦。咁咩叫模糊性失落咧？就係理性上知道嗰人死咗，但係因為你冇見到個遺體，所以你主觀上嘅感覺就係你唔想相信佢死咗。咁所以我當聽到用呢個 3D 打印嘅時候咧，咁我會覺得其實係好嘅。咁佢正正就係可以補足到就係冇咗個遺體，有機會成為模糊性失落嘅嗰個情況咯。